喂，你就是阿刀是吧？爹，哎，你光天化日打了我的学生，现在就想走，不太好吧？那欠债还钱，欠揍还拳。我现在让我的学生打你几拳，你不会还手吧？不还手，不还手。那就好，空白上。立定。我说你们这一个一个的挺厉害啊，一上体育课就跟没吃饭似的。老师，说，我上厕所。你这孩子就是懒驴上磨屎尿多，快去。老师，你昨天都跟钟柏说什么呢？刚上体育课的时候，我看见他带了一大堆。你看清楚没有啊？我当然看清楚了，要不然我也不会这么着急的来告诉你。好，说，这件事情老师已经知道了，千万不要声张出去，老师自己会处理。哎，老师，要不你先出去躲2天，等哪天他不来上课了，我再告诉你。周安啊，老师已经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行走江湖只有我伤人，没有人伤我的。还是那句话，咱们不惹事儿，也不怕事儿。Do you understand？ 我以为是谁啊，原来是阿刀啊！谁呀？这大呼小叫的？滚！阿刀，你看现在多厉害啊，有这么多兄弟了都。跟我出去。哇，不错啊，日子过得很滋润嘛，比你老大阿南强。到底谁呀？阿南是你叫的吗？阿刀，最近兄弟们的火气都很大。你说一句试试。这是兵哥，南哥大哥。好，没事，大家都不认识，以后有空去我酒吧喝杯酒。阿刀，来学校干什么？兵哥，这都是小事儿，不惊动你了。别拐弯抹角，到底什么事？我有个小弟在这上学，想让我们教训他们的班主任。好，这事我知道了，你们回去吧，我来处理。兵哥，这我说我来处理，你听不明白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散。好，走，回家。唉，我真的是在用生命来当好这个班主任。顾白，你现在不上课，你去哪里啊？我上厕所。我们的事情搞定了，你的呢？哦，哎，刀哥，你是打算要饭的是吗？刀哥，这还不够吗？你用你自己脑子想想，这够吗？别他妈废话，钱包拿出来。完了。哎呦喂，这妞不错嘛。她是我姐，刀哥。你姐是吧？叫出来玩玩。她是我姐，刀哥。找你来的不是你老大吗？怎么变这样了？关你什么事儿？还嘴硬。放下。跟我走。老师，快点儿。喂，你就是阿刀是吧？爹，你光天化日打了我的学生，现在就想走，不太好吧？那欠债还钱，欠揍还拳。我现在让我的学生打你几拳，你不会还手吧？不还手，不还手。那就好，空白上。上啊！好了，别打了，差不多行了，反正打你还了就好。我讲的
你也很明白了，不用再说什么吧。怎么样，钟柏，痛快了吧？谢谢你，老师。廖老师，啊，钟老师啊，哦，这么巧啊！哎，钟柏，你到我宁家来了，好好聊聊。我先走了，改天再约啊，再见。小马，你们刚才在这儿干嘛呢？老师刚带我遛弯呢，